你不要知道真实的人生，你知道哪里需要大老板对大老板讲话？每天底下那个幕僚都清清楚楚，我们知道幕僚都会汇报嘛，所以大家，所以是这样的，这不定说什么一定要老板对老板见面。昨天跟郭董讲了什么？昨天没有跟，我跟你讲哦，其实你不要知道真实的人生，你知道哪里需要大老板对大老板讲话？每天底下那个幕僚都清清楚楚，我们知道幕僚都会汇报嘛，所以大家，所以是这样的，这不定说什么一定要老板对老板见面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有公布他的内容，确实有通电话里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平常我跟你讲哦，其实每天他们幕僚在跟我汇报，我们都知道双方的状况嘛。市长，你为什么一直避讳说到底两个人有没有讲到电话这件事情？不是啊，我不需要去跟人家泄露什么东西。我还讲第一点哦，那你会讲，那小英的人呢，也是每天来这种清清楚楚的。那可是因为对方现在有发声明说，其实是透过郭守正，然后还有郭守正跟壁如常常会发难啊，这也是常有的事啊，这也没有什么。你们有一些电话有交给你们电话有交给你吗？没有啊，这个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们不用去把每天的事情去跟外界揭露嘛，啊，只是说，你说大家对台湾的这种前途哦，大家都有一些感到忧心啊，这是事实啊，就这样啊，至于说要合作什么，这也不是一天嘛，讲一句话就解决掉了嘛。就有在说郭王和就是郭董选总统，然后王金平选副总统，然后您再加上你的话，就是非常强的一个组合。那其实啊，我还是那一句话呢，每个人这也是我人生哲学，我发现每个人都是自己都是自己最大的敌人。坦白讲哦，我那次好像在徐新龙的节目讲过，我说就赛局理论来讲，或是单一选区哦，纯粹学术讨论，你知道哦，通常单一选区哦，只有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很快就边缘化，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年初的那个立委补选，那个就很典型的model，所以老实讲哦。当第三方一直不会被边缘化，主要理由是什么？就是讨厌民进党，讨厌国民党，所以那种力量一直撑在那里。所以还是那句话啦，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大的敌人，你知道？所以当然已经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，怎么办？那另外一回事了。不过我每天我们自己内部也在反省啊，如果重来一遍，当时应该怎么做？小英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？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反省，真的。铁三角有可能吗？对啊，是这样的，我相信这一场选举之后，台湾的政治版图一定会改组嘛，那当然，中国历史上你知道那种《三国演义》的只有那一次，所以他讲，纯粹从数学的模型来讲，你知道，三角不是稳定的结构，不是我说这种三角版图，因为就赛局理论来讲，两极还是比较稳定的结构。所以老实讲，台湾今天会走到这个局面哦，真的很多当事人，也许每天晚上睡觉前要自我反省，真的。钱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我最骄傲的地方。这个哦，我们终于开始摸索出一套，你知道吗？不用很花钱的选举方式了。过去在这种运作政治哦，都要几亿。我猜啦，我听人家讲说，双方你知道哦，国民两党为了这个选举已经开始在调钱了，你知道哦，就是那些大的庄家开始在贪钱了。我一听，每一个都是几亿的，哇！我们这个50万就已经达到现在的话，所以是这样的。慢慢的哦，我们要让台湾进入一个如果改善台湾的政治文化，一定要让这种不花钱的选举，你知道哈，可以慢慢在台湾可以建立。如果在台湾每一次选举哦，一个总统大选都要花几十亿哦，这种打法的话，那台湾政治不会变好了。所以第一点哦。我相信我们将来就算阻挡，你知道，我们还是会用那种很便宜的方式去运作，不太，因为这个模式可以成功，台湾的政治才有改善的可能。